今日一早就出發啦，我係 book 咗啦山林療癒呢個活動嘅，就去慈山寺呢度參加。咁我就喺大埔墟站啦，就轉的士上嚟呢個慈山寺嘅。咁落到車啦，就沿住車場嗰個方向啦，直行嘅。嚟到現場啦，就先登記嘅，然後啦就掛返慈山寺個牌啦。慈山寺呢一度咧，其實都有好多體驗嘅活動嘅喎，咁我就搭 lift 上咗一樓，喺翻呢個位嗰度集合。而每個人咧就掛翻呢個牌啊，山林療癒呢個牌啦，咁我就抽中慈悲嘅。成個活動啦，唔準用電話啦，唔準拍攝嘅。呢個就係活動完咗之後，我係影低嘅。咁呢啲就係大家嘅作品啦。用咗差不多90分鐘嘅時間啦，去感受個大自然啊，將我自己嘅五感都打開咗啊！我覺得咧係一個非常之洗滌心靈一個活動啊，好啱我哋呢個都市人啊！如果係想嚟減壓嘅話咧，建議都可以嘗試參加嘅。咁慈山寺咧，其實我都好耐冇嚟噶啦，今次咧真係參加活動咧，先至專程過嚟參觀啊啫。完咗活動之後啦，咁我就漫遊慈山寺啦，然後咧奉水俾翻觀音菩薩啦。每次嚟到慈山寺咧，我都覺得自己好有平靜嗰種感覺，好安靜啊！咁嚟到呢個桃花林啦，咁而家咧就唔係開花嘅時間，但係咧頭先咧經過呢個叢林啦，先發覺啊，原來啦桃花林咧冇開花嘅時間咧，我發現有果實啊，而且咧慢慢行嘅時候，除咗有蝸牛之外啦，仲發現有土膠添，仲係第一次見啊！今次真係真正見識到啦。而呢一棵啦，就係菩提聖樹分支出嚟種噶，咁就係斯里蘭卡啦，用一個小分支啦過到嚟呢個慈山寺呢度種植噶啦，已經種咗10幾年，而家種到咁粗壯啊！咁睇翻個簡介咧，原來呢一棵樹咧有2000幾年嘅歷史噶啦喎，哇，真係好犀利，好長嘅時間啊！因為今日星期六嘅關係啦，其實咧都多人嘅，只係我而家影呢一度咧就冇乜人啊啫。今日天氣都唔係咁好啦，陰陰沉沉，但係咧幸運嘅就係如全程都冇落到雨啊，只係咧天氣有啲灰沉，但係都冇咗我嘅興致啊。呢條路咧就係頭先義工啦帶我哋點樣慢行嘅一條路嚟噶，咁大家都放慢咗腳步咁樣去行啦。平時我哋嘅生活就係匆匆忙忙，今次真係真正咁樣停下腳步去欣賞下周圍嘅環境，感受下大自然嘅聲音，所以係非常之好嘅體驗啊！